怕死咧，就係因為佢哋嘅生活嘅慾望未達到咯。呢個未有食過好嘢，未有去過好嘅地方，同埋驚死咯。有道理啊！同埋佢哋嘅做人嘅自信心唔夠咯。因為佢覺得老咗以後又冇得又冇嘢做啊，咩嘢萬一病咗又點啊，所以又驚死咯。冇嘢唔捨得嘅，佢冇嘢唔捨得。我根本冇嘢噶嘛，所以有咩捨唔捨得？你可以做和尚做話。係啊，我回咗佢哋買做禪宗宗主嚟。買住些格言話放下看破，又然後就頂。我同佢哋討論，我話你哋好難放下，你大有錢佬，你點放得下啫？我冇錢嘅，冇所謂，你身邊得咗八達通，我唔見啦。我就唔得啦，我仲有好多嘢玩。我真係咁多女朋友點搞咧？唔係我用錢嘅本事大過我賺錢嘅本事嗰度衰咯。呢個人最幸福。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聽過《我所看見的未來》呢一本書，佢預言咗咧嚟緊2025年7月5號喺日本咧有一個非常嚴重嘅大地震啊，會引發海嘯，造成好大嘅傷亡啊。咁因為咧日子就越嚟越近啦，今日咧就7月2號，後日就係噶啦。網上咧亦都有極高嘅討論度咧係去傾呢件事嘅。就連啊喺旅遊業啊都出現咗一個極反常嘅現象啊，就係竟然啊香港人去日本嘅旅遊嘅次數啊喺呢幾個月係創新低嘅。呢件事真係聞所未聞啊！香港人竟然係會唔去日本，咁啊真係相當之誇張噶。咁而且唔單止係呢一本書呢位作者預言咗呢一件事啊，就連喺科學界日本政府啊佢哋都認為未來30年喺南海海槽發生大地震嘅機會率咧係高達80%噶啦。咁而且喺5月咧有一位京都大學嘅名譽教授鎌田浩毅咧，佢就話南海海槽地震發生嘅機會率咧唔係可能高啊，而係喺2030年至2040年期間咧必定發生嘅事嚟嘅。即係大家可以試下咁樣去代入，咁樣去理解啊。即係你依家住緊嘅一個地方，有專家同你講話肯定噶啦，10年至20年之內咧，你呢間屋咧就一定會冧啊，或者會燒咗噶啦。同埋就係可能你一家5口一家6口咧，肯定係會死1-2個噶啦。咁其實如果咁樣諗嘅話，呢件事係一件非常誇張嘅事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做一個假設啦，俾自己去思考下，如果如果你係日本人，你亦都係住喺會受南海海槽大地震影響嘅區域嗰度嘅話咧，你依家又會點樣生活咧？你嘅心態係會點樣嘅咧？你會唔會好驚咧？或者你會點樣去看待呢件事咧？嗱，我講我自己先啦。如果真係講到100% 發生嘅話咧，咁當然啦，我應該就真係會搬嘅啦，哪怕咧係真係世世代代都係住喺嗰度咯。咁因為好合理啊，專家都話咗10年20年之內一定中硬噶咯。呢個都已經唔係講緊預唔預言嘅問題啦，係講緊數據嘅問題啊。就有啲似以前考公開考試貼題咁啫嘛。我嗰個 topic 嗰條數咧，每3年就考一次嘅，咁依家咧就搭正呢3年咯。咁你溫唔溫嗰課書啊？咁梗係溫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理性嘅預測嚟嘅。咁但係就問題嚟啦，如果有啲人可能未必有機會或者有資源搬去第二個地方嘅話，咁你又會點樣生活呢？我自己會覺得咧，去思考呢條假設性嘅問題咧，係對我哋人生好有幫助嘅。因為正如孔子喺《論語》入邊所講，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即係話，當人仲未搞清楚點樣活着嘅時候咧，又點會知道死嘅嘢呢？即係話孔子鼓勵我哋咧，去 focus 翻喺個當下嗰度啊，解決現實生活嘅問題先，比起咧去諗死嘅嘢咧係更加重要嘅。亦即係話，重要嘅係我哋點樣實現自己生命嘅價值咯。因為咧，當呢一個預言咁廣泛流傳嘅時候咧，日本嘅旅遊業又咁受影響啦。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個人嘅觀察，我見到有部分嘅人咧，真係會跌咗落一個恐慌嘅情緒嗰度噶。咁但係孔子呢句說話咧，就係提醒翻我哋，未來嘅嘢咧就尚未發生嘅，係唔需要咧過度去擔心同埋研究佢。應該咧要將精力放翻喺當下，去提升你嘅生活質素。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你俾我嘅話咧，我會想將呢一本書改一改個名咯，就係我所看見的當下，或者係我所看見的現在啦。即係問嘅一個問題就係，
如果真係發生呢個大災難啦，你避唔到嘅，當下嘅你會點樣生活呢？因為正如斯多葛主義所講啊，未來嘅嘢控制唔到嘅，人哋嘅我哋都控制唔到嘅，咁即係擔心嚟都冇用嘅，其實係毫無建設性嘅。我哋真係想幸福，想踏實咁樣生活呢，就可以將個注意力放翻喺當下咯，亦即係我哋控制到嘅事身上咯。即係如果我哋喺呢個場景嗰度，明知自己可能得翻10年命嘅話，我哋可以點樣好好地去活好呢10年，即係重點啊！咁你究竟有啲咩想做嘅呢？有啲咩想去玩嘅呢？你嚟到呢趟人間唔做啊唔心息嘅呢？即係假設7月5號真係震埋嚟啦，就真係震中你嗰度死埋，咁然之後可能你個靈魂就飄起咗啦，就見到你個肉身死咗啦，跟住你自己會抌心口，哎呀，點解我生前咁多時間我又冇好好去做好嗰件事呢？嗱，咁每個人所謂嗰件事都唔同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我哋成日 focus 喺幾時震啊，我會唔會死啊？呢啲位係冇用嘅，反而就係你有冇做到你想做嘅嗰一樣嘢先係有用。就好似 Bucket List 嗰套戲呢，個主角知道自己有絕症啦，佢就寫咗一張死前遺願清單，然之後咧就逐樣嘢將佢做好咯，真係做到死而無憾，咁啊先叫走都走得安樂啊。其實好多嘢咧都係過眼雲煙嚟嘅啫，啲時間咧一聲就過啦。我唔知大家咧有冇同我有相同嘅感覺啊？就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哇，點解一個禮拜啲時間係過得咁快嘅？比起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咧，嗰個感受時間嘅嗰個速度啊，係快咗好多嘅。咁啊過咗幾年噶啦，咁即係啲時間咧真係靜靜雞咁樣，突然間啪一聲咧，回一回神，你先至見到原來過咗咁耐。咁但係有好多嘢，人就會成日都推遲咯，咩都聽日先，咩都下次先，諗下先，睇下點先，咁啊磨下一世噶啦。當然大部分人嘅諗法咧，都係好希望自己年老嘅時候冇病冇痛，瞓下覺咁樣壽終正寢咁樣離開。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理想嘅狀況啊。咁但係有陣時死亡嘅來臨咧係突如其來噶，唔單止係你自己嘅死亡啊，就連你身邊嘅摯愛、你最重視嘅人咧，佢哋嘅死亡都係不可預測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個預言咧，佢提醒我嘅嘢就係好多嘢唔好坐定粒六，唔好當正係理所當然咯，真係要珍惜當下。你今日仲可以見到你愛嘅嗰個人，可能係唔知最後幾多次嚟噶啦。呢啲嘢咧，其實好多人咧心底入面都係知嘅，只不過好少人將佢講出嚟，同埋真係實實在在咁樣去面對佢咯。有啲嘢咧唔係眼不見為淨嘅，唔係話你去拒絕承認，唔去諗，唔去睇，佢就唔會發生咯。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個妄想，就係覺得死亡咧只會發生喺其他人身上嘅啫，係唔會發生喺自己身上，或者係發生喺自己所愛嘅人身上。咁但係其實咧，每個人都終有一死嘅，生命呢一樣嘢，即係活着啊，唔係必然嘅事嚟噶。唯有我哋如實咁樣去面對翻呢個自然定律嘅時候咧，我哋先至能夠得到釋放嘅，我哋先至能夠知道自己嘅方向，同埋知道自己想點，乜嘢對你嚟講先係最重要嘅咯。當然喺度咁樣講，唔係話叫大家去爭取啲咩，或者要強求啲乜嘢。有時生死呢啲嘢咧都好難講嘅。但係如果我哋今日仲係活着嘅話，值得我哋咧可以好好地去體驗個生活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好多嘢係驚嚟冇用嘅，嘥時間嘅。吸引力法則大師 Abraham Hicks 咧，佢係話成功嘅定義咧就係取決於你體驗到幾多喜悅嘅程度嚟衡量嘅咯。咁究竟我哋有冇享受過人生，享受過生活呢？有冇享受過過程呢？因為咧你真係乜都帶唔走嘅，唯有係個體驗嗰份回憶先至係你唯一帶得走嘅嘢咯。